常常是我的比较对了。啊，可是要有宽容的心，会当接纳无同款的思考，无同款的解说，无同款的做法。是安怎要讲这四个？你知无？是安怎要讲这四个？因为后面保罗所讲的，得要用和平、三结灵、地修圣行所想事的合一。其实，伊原本的写法原文不是这样写了哈。但不管是台语也是和本，都是写成说，爱用和平三结灵。地修圣行所想事的合一，以希腊文的原本的写法应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讲你要用上大的气力去依伫迄个伫圣行里面的合一。啊，这个要怎么做？是借着什么？借着迄个和平的联系，是透过这个和平的结灵。咱会当来依伫伫圣行内面，迄个合一。讲遐济，讲遐济吼，又回到什么合一的概念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跑去第2章了，知无？以弗所书第2章，那个合一，拆毁外邦人甲犹太人中迄个墙，又跑到合一的概念了。这是保罗所最重视的合一。为是安怎头前面讲的，就爱谦卑温柔，爱吞忍，爱宽容。其实咱就会发现，你若要合一，头前这4项的操练，这4项的特质是走袂去的。合一不是统一哦，又一次，这个若是英文 united 拢同款。毋过伫汉字看起来无同款，合一甲统一差伫对，各位兄弟，咱讲我们要合一，还是讲我们要统一，差别是伫对？基本上长老会，毋知影那最近的长老会很强调统一，全无影啊，就拿一个木函说这个是统一哦，大家都一定要遵守，这就是统一嘛。合一是什么意思？先讲统一啊，统一能不能有不一样的想法？会使啦。如果能统一，可不可以有不同的想法？袂使。那是什么样的想法？是我的想法，大家都接受，这才是什么统一嘛？信不信？咱爱统一哦，统一赶快的想法，通什么意？通我的意，听懂吗？同我的意。哪合一嘞？合一可不可以有不同的想法？可以呢。这个就是要照着伫听内面三宽容啊。我们是合一的群体，不过咱会当有无同款的想法。无同款的立场，无同款的做法。你讲安尼要哪合一？各位兄弟，安尼是要哪合一？一个介重要的观念，尊重。就是我虽然无接纳你的想法，我虽然无采用你的计划、你的思考，我虽然无同意你的立场，不过我愿意尊重你。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甲我同款，伫上帝国内面的百姓，咱称作兄弟姊妹。我用尊重的心来对待你，我无一定来接纳你的观念，这个就是合一。这样的合一的群体，其实才会呈现迄个多元、迄个健康的情形。伫教会圣经所描写的，绝对不是统一，尤其是统一在牧师的意志内面下面，不是，是无论我是较年长的，我的经济是较好的，我的较欠较敖的，无论是安尼，也是我这较少年，我较无经验，
我较做代志较笨桶，拢会当互相来尊重。尊重你是一个人，尊重你跟我是一样的，即便跟我不一样，毋过尊重你，甲我同款是上帝的囝儿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合一。各位说，合一不是统一，因为你若要看这个概念，但这段经文的下面，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，你就会当知影，有讲到讲，总是用恩典，互咱逐人照基督恩赐的分量。伊要讲的下面，伊会讲到讲，咱无共款的人对圣心内有无共款的恩典，无共款的恩赐，无共款的才能，所以伊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毋过咱这个不一样，是要放伫耶稣基督的联合内面，要成做一体，成对互相的服侍。所以你会当看到。无要求，毋是咧要求即个群体想法拢共款，做法拢共款，统一毋是，是咧要求即个群体虽然做无共款，毋过合一伫听内面。看这是无容易的行做，这是无容易的实践。毋过这值得咱即个使用的群体，咱一世人，咱会来学习，即个方向来跑走。上尾伊讲到遮，今日经文到第7章第70节之上尾，伊讲到一段文字吼，看起来甲先无啥重要。伊讲，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望也是一个，主一个，神一个，一个洗礼一个，上帝一个。伊讲7个，这7个一个多好是希伯来文学常常咱看到的前后对称。前后对称的是 A、B、C、D，D 了变成 C plan、B plan、A plan， 就是第一个去对第7个，第2个对第2个，第3个对第4个，来第5个变成一个重点。我在讲啥？我讲错了。1、7、2、6、3、5、4，第4个是一个重点。第4个，各位兄弟，第4个是什么货？看一下，好多这7个我念的第4个是什么货？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咱所调的望一个体一个，圣灵一个，盼望一个。第4个是啥？主一个主是什么人？主上帝哦。这在讲的是主啥？主基督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。最后一个才是上帝一个，所以它刚好都是前后对称。你讲主一个，所以伊的神一个，去对应的是什么？望一个，信是对盼望，然后洗礼是对什么？圣灵，然后体是指什么？体是指什么？体一个体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兄弟，回答我。体是什么？体是身体。讲基督是头。什么是身体？基督是头。什么是体？教会是身体嘛？就是咱嘛，迄个体就是教会，是安怎教会去对上帝？好奇怪的讲法，你要都讲信心对盼望对得起来，圣灵对洗礼对得起来，怎么会是教会对上帝？你看伊安怎讲上帝？伊讲上帝讲的啥？第6节，上帝一个，迄个是啥物货？最正人的杯，伫万物的顶面，贯穿。伫万物，点伫万物，有无？各位兄弟，他在讲的是上帝，可是他强调的是那个什么？最人的杯，
这个概念，所以它是连接，是对照教会的概念。好，啊那安尼一个对前后对称，你会看到，伊甲主基督安那，放伫一个核心的概念，好，放伫一个核心的概念。好，所以下面第7节落去就开始要讲基督啊，好，开始要讲基督了哈。不过重点，今日重点无伫遮，我要回到咱今日的重点，我讲的是伫合一。用，伊讲要用上大的气力，吼 ，efforts 用上大的气力去维持伫圣性内面的合一。各位兄弟，这是最重要的代志。好，教会常常无共款的观点，无共款的立场，起源家会袂？会袂啦？哎呦，咱今日下晡要开什么会？弟兄姊妹吼。会有迄个意思的，咱的立场甲做法会共款袂？会共款袂啦？会有个人想法较好，有个人想法较弱袂？会袂？毋过无论如何，伫圣性内面爱安那？爱合一。我刚讲过了，要合一，那是不是全部都统一听牧师的？还是全部都统一听迄个长老头的？是不是啦？不是，各位兄弟，不是统一，是合一，是学习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尊重。各位兄弟，迄个重点不是看上赢，不是看谁的意见赢了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看咱是不是会当尊重咱的兄弟姊妹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好，这是咱今日这段经文上重要的所在。在圣灵里面合一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段时间是绝对没有合一。好，咱为着一寡看代志的立场无共款，无法度相听，无法度合一。毋过，咱对圣经的讲法，咱会当了解。就算讲，咱的立场无共款，咱的看法无共款，咱的解说无共款，咱犹原会当合一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好，咱唔免决裂，好，咱唔免食一个早顿，无人要甲你坐做伙。好，不必，我们仍然会当伫圣性内面合一，虽然看法无共款。讲法无共款，做法无共款，立场无共款。这是耶稣基督望伊所有跟对伊的人，伫世上应该表现的款式，就是彼此相听，就是合一，就是会当尊重无共款的人。这是真正困难、真恶去做的。毋过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既然咱已经安那受掉。所以，咱的行做，大家安那合伫这个所受的掉。我讲的遐大声，我嘛做袂到。毋过，咱伫主内面，伫听内面，咱做伙来拍拼，好无？来，同心祈祷。一生的爸，阮真正欢喜感谢，阮大大儿女，阮是受你的调。真做你的囝儿，真做上帝国的百姓。既然安尼，阿爸爸，你帮助阮的行做，就爱会当甲阮这个身份受调的身份，会当三合。检测阮犹原做袂到嘢，检测阮做软弱，甚至阮有当时做袂落来，无爱做。阿爸爸，求你怜悯，求你疗赦，上重要，求你赏赐气力，互阮会当正来跑走。阮知影无一定到尾，阮抑阁是做袂好，毋过至少阮有即个方向来努力，求你恩赐。疗赦，
为着台湾基督教会规个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因为阮正伫做上无好的见证，啊，毋过帮长阮有缘要伫即款的情形甲事件内面，阮要来学习，行你所欢喜阮行的路，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毋望咱伫主内面会当合一，会当接纳无共款的声音。咱来唱圣诗第609首，伫主听堂的内面，请咱三甲徛起来吟。圣诗第609首，伫主听堂内面。伫主听堂内面，给人有大福气，兄弟姊妹到尾三七。